在地东林国小甲龙华国小学生献上练正久的表演，和这个记者会加真闹热。主办单位并且邀请真受乡亲介意的台语歌手阿杰啊、甲乔佑来到记者会，替这个樱花跪代言。信义呢是非常非常漂亮的地方，而且我之前呢也带过我们的粉丝朋友呢来欣赏我们这边的樱花季。那除了樱花季呢，还有我们的这个温泉，还有非常美味的这个美食料理。伫分布中的樱花看起来特别有诗情画意。信义乡长庄志坚表示讲，除了樱花以外，李亚花嘛已经开3成，所以要有粉红色樱花会使开到3月份。樱花季从27号开始到3月10号收费，我们今年的樱花提早开了。那我们目前在盛开的花种主要是以合金樱以及山樱花为主。李亚花为这礼拜开始就进入黄金的赏花期，那过年期间樱花陆续的开花，期待乡亲去欣赏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